Dr. Joe Dispenza 係美國脊骨神經科專家醫生，過去20幾年佢推廣正念靜心 meditation 去做自我療癒。佢同佢嘅科研團隊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大型嘅關於正念靜心嘅科學研究。佢哋會測量靜心過程當中我哋嘅波能量場有咩改變。Dr. Joe 致力於啟發我哋相信自己，發揮無窮嘅內在潛力。當佢嘅教學用好系統化嘅科學語言同埋大量嘅科學實驗數據作為基礎嘅，證明咗人類係可以通過 meditation 靜心嘅方式啟動大腦嘅潛能轉化我哋嘅想法、念頭、情緒，重塑大腦嘅神經網絡 neural pathway， 甚至影響我哋整個嘅基因表現。唔單止個人嘅生理狀態唔同咗，甚至人生嘅其他範疇，健康啦、關係啦、金錢嘅能量啦，都可以徹底嘅改寫同埋轉化。喺 YouTube 你係可以見到好多 Dr. Joe Dispenza 嘅分享嘅，而佢亦都舉辦好多嘅大型嘅靜心活動啦，係一啲 retreat 啦，動輒係幾千人參加。佢幫助咗好多人喺健康、情緒、事業、關係各方面出現重大嘅改變。喺現代嘅身心靈領域入面Joe Dispenza 係一個響當當嘅名字。佢嘅其中2本書亦都翻譯成中文嘅，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一睇。一本叫做《未來預演》，另一本就係啟動你的內在療癒力。2024年 Dr. Joe 推出咗佢嘅電影 Source， 記錄咗佢嘅科研團隊進行緊嘅各種嘅研究，用好多嘅奇蹟嘅療癒故事向我哋揭示每個人都係充滿無限嘅潛能，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奇蹟嘅締造者。Dr. Joe 最廣為人知嘅一件事就係佢20幾歲嘅時候發生咗一宗嚴重嘅意外。當時佢參加緊3項嘅鐵人賽，俾車撞到，當場係斷咗6條脊骨。咁當時醫生就建議佢要做一個好高風險嘅手術，如果唔做分分鐘佢就會癱㗎啦。就算做咗呢個手術亦都有機會佢一生都係要食大量嘅鎮痛劑。當時 Dr. Joe 只係20幾歲，事業啱啱起飛，佢心諗冇理由就係咁樣，竟然佢有一個直覺，我唔做手術。Dr. Joe 相信佢嘅生命開始嘅時候，只係2個細胞嘅相遇。能夠咁樣嘅一路成長發展，必然因為內在有一個智慧 consciousness。佢相信佢可以同呢個內在智慧重新去連結就可以通過呢個內在智慧去療癒自己。於是佢好大膽佢真係選擇咗唔做手術。佢一路透過意識正念靜心嘅方式去重塑自己嘅健康。佢係個醫生，佢對自己嘅身體嘅構造譬如血液神經細胞當然係好熟悉嘅。佢堅持每一日都係做大量嘅安靜冥想嘅活動，去感受自己內在嘅身體。佢一路咁樣去鍛鍊自己，去修復自己，成個人就慢慢咁樣好返，好神奇。喺佢意外發生後6個幾禮拜咋，佢竟然恢復咗佢嘅脊椎功能，冇做過手術，冇食過藥，咁嚴重嘅意外，佢竟然康復咗。而最重要嘅，佢喺呢個自我康復嘅過程當中，佢同自己講：如果呢個方法幫到我，我將來就要用呢個方法去幫更多嘅人。所以20幾年嚟，Dr. Joe 不斷地分享佢嘅靜心冥想嘅方法。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係我哋去體驗返心腦合一嘅狀態，即係 mind-heart coherence。咁原來大腦嘅頻率同我哋嘅心，即係我哋嘅潛意識嘅頻率能夠和諧共振嘅時候我哋嘅身心甚至我哋嘅靈性層面係會有巨大嘅改變。我哋能夠
轉化我哋成個身體嘅狀態，譬如病痛啊，譬如一啲卡住咗嘅想法、信念啊，譬如我哋嘅情緒啊，都可以有所調整。原來我哋整個人呢，係可以透過正念靜心去經歷化學層面啦、生物學層面啦，甚至基因層面嘅改變嘅。我哋可以完全成為不一樣嘅人。Dr. Joe 有一句名言，我係好鍾意嘅。佢話：We don't meditate to heal, we meditate to change. When we change, healing follows. 我哋做正念靜心唔係為咗療癒，係為咗改變。當我哋真係改變，療癒就自然發生。所以我哋都好值得學習用正念靜心嘅方式，突破我哋身體嘅、情緒嘅、心理嘅障礙，創造新嘅自己。只要我哋願意安靜落嚟，去感受下自己嘅狀態，我哋會發覺真係嘅，入面有好大嘅智慧。我哋完全可以去連結返自己天賦嘅與生俱來嘅潛能。大腦呢，因為我哋嘅靜心啦，可以由 beta 波轉到 alpha 波，於是我哋就會呢去進入我哋無窮嘅潛意識嘅能量空間。我哋會獲取好多嘅智慧，亦都可以連結生命宇宙嘅終極嘅智慧，直接改寫我哋人生嘅內置程式，心靈由內而外完全去改變，藉此創造不一樣嘅外在嘅實相。我哋嘅命運亦都從此改寫。